今日黃埔周圍跑同學會啊，由相思灣爬去吊鐘洲。好，而家出發啦！總共8個人啦。前邊呢個就係牛尾洲啊，要經過牛尾洲再過去吊鐘洲。好，而家去吊鐘洲出發啦！前面就啦，就快到。穿越吊鐘洞啊！吊鐘洲走啦，而家過去牛尾洲，爬啦爬啦，走啦走啦。爬出吊鐘洞就爬去右邊一個細嘅海蝕洞。吊鐘洞入邊係一個內灣，有很多垃圾，而且人又多。所以我哋就爬去牛尾洲一個細嘅石灘大休同埋開餐。旁邊有條細嘅瀑布，游完水可以沖身，跟住爬返去相思灣。
2023年拍了這條片，爬上去山上嘅平台睇金魚擺尾。